女孩每天都要吃掉10只癞蛤蟆，喝完1池子凉水，因为她是一头蛇妖，食量非常大，甚至连1匹马那么大的马都能一口吞掉。虽然他平时偷吃十分隐秘，但还是被法师设计捉住。段司令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夫人是妖精，不料天真的阿弯主动承认是自己吃的。你到底是个什么妖怪？随后阿弯现出了原形。来人呐，上火油，把他给我烧死！本以为只要承认身份道个歉就能得到原谅，可阿弯终究不是人类，纵然他并无害人之心，但还是遭到了无情射杀。然而阿弯却是毫发无损，借着蛇身牛角着盘旋紧缩，瞬间撑碎牢笼逃走了。法师紧随其后追了上去，奈何完全不是阿弯的对手，没过几招便被他蛇身束缚，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。就在阿弯准备将他一口吞下之时，幸好金信间及时出现，阿弯立马松开了法师。小哥哥，小花蛇。原来800年前，还是幼童时期的金信间曾在路边救过一条小蛇，顺手将印章送给他疗伤。后来阿弯就修炼成了人形。起初他是想寻找金信间报恩的，结果无意间碰到段司令，才和他发生了这么一段姻缘。然而此时的司令府内却是重兵把守，段司令失魂落魄地坐在房间里触景生情，一边喝酒买醉，一边痛哭流涕。我真该死，我没有良心，我还要放火烧死你！你不要怪我，我真的是怕了。司令也是第一次见到妖精，难免会感到一点恐惧。阿弯，你不要怪我，不要怪我。可下一秒，阿弯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，段司令反而惊喜交加，就想着要与阿弯白头偕老。然而他嘴上说着不怕，脑海里却不断涌现出那条蟒蛇，实在是无法控制内心的恐惧感。于是段司令强作镇定，本想做点其他事转移思绪，不料关键时刻却醉倒了。此时阿弯也明白了，司令毕竟只是个普通人，与其强求朝夕相处，倒不如彻底放手。随后留下了一枚鳞片当作纪念，转身而去，彻底告别了这尘世间的情爱。就在阿弯转身离开的那一瞬间，段司令紧紧握住手里的鳞片，默默流泪。殊不知这枚鳞片在以后的日子里多次救过他的性命。而通过这件事，阿弯的心境也与以往不同，他把印章还给了金信间，重新幻化回原形，回到深山去冬眠了。